就是我讲咱是老婆迄个鸟无，那对你讲，物件作影响你身体吸收能力作强，吸收完对身体有用。物件无影响你身体吸收能力作强，吸收能力安尼身体无用。物件作影响你身体吸收能力无好，安尼吸收来无影响。安尼有意思无？我物件影响你身体也用，吸收能力也好，安尼就用。道理就是道理，尤其是经典圣经讲出来是经典，当初安怎分析内底迄个主体是物件，佢其实也来想。来讲材料来材就是材，安怎做还是你付出的代志。目的因为是因为互你好食，我对大家食，因为就是因无好食，因无食。所以是听话用语言，你讲这个语言这个话，穷，那还不够啊！我们采购得到，因为得到方面，目前是商有既然有商有谈到经典是圣人无了后，为着咧教育后代所讲出来的话。就语言讲出来，有语言，而且语言要到位，是正写伫文字内底，所以就文字内底好。文字老师用看的，来做个人的感受，看了个人的感受，你去解释互伊爱个笑啥讲法，就照语言讲，你若使照文字写，但是照文字写是无法度写，就写较紧来看较紧。有些刚刚那有空，刚刚我下午比如说公主人，因为我咧讲中厉害，我比下午刚了一组，我咧是不厉害，但是讲公主，我咧讲中厉害，但是下下午，我做好讲做下，现在你要看哪行，研究中庸来定，我不懂。那种是不是说自己这个生活的这么好？9天人都来到那个行为这个时候，那么都是写说行这样这样来搞，几乎都我没有好人世界都好人当事情，所以姓名我都要这样来就清。说到我就清方面的这里语言，只用写出方面道理。然后讲是讲可以，话有些难度，语言有些难度，文字有些难度，但是也得嘞。反正现在比如讲，不能讲不是，不要当成不能放这里我，那是好的结果，那是因为我看购买这些方面的地方。语言讲出来，无相人写出来嘞，唔是人嘛所以心内底体会，咱个咱会出来，咱自家心，你若天生你是无出息，因为是要文化，所以是要文化去资源做出来，伊是一个天生来过去，伊是无意的作用。姓名伊天生是第一了后，天是伊的作用，你无讲语言。既然安尼咧，行咧学啊，讲有主来讲，内面就不是情绪之修呀。我们食啊遮大汉，食大胃，但是咱的心，是较像安尼，咱心有拢好，不难呢。人家会搞的，你会啦，我你你啊，你看下嘞，你老老你看下书哩，你有是无？你老你人家会搞的，你看伊就欢喜啊，你家己来就搞伊看，安尼
会去后面是真差不多，伊讲来我才是，我是你摕一包内底讲我才是一点分我伊含袂落，含要差袂落，是你含袂落，有诶摕慢慢摕一包两个，讲来一点花，是你含，到安尼，有啦，他别人那好差别，无同啊也是比起来。所以今仔日讲主体化，每次电话都今仔日得力谈到了，我们今天这广告是给你当行，是有困难无？行不是过来哦，但是行会使倒咧，行不是过来，但是行会使倒咧，按道理有对啦。行不是过来，但是行会使我有差别哦。行者天之道，这是昨天代志，咩道理？咱人呢，做行之者，言之道，咱人的道，咱无法度做到朝天的道，只个是行完，免讲完全啥不也出来的讲，所以就是完全不符合，完全不生为中心，完全。天地是一条道，完全属道于行，咱有法度吗？我之前讲，伊是天生性，伊是安怎来？个人，所以自我医学，自我医学三十二因素之不因我是二的有性，用心培养，七性的，就是不如，就是说七性讲不如。一步一步，可能对老师慢慢变语言呢，非天性的准，不是准的。他说行之甲是无机的，所以行，我用开始搞起来啊，行不属于不给你用，不属于这样子性这性它最高的结束。伊到迄个行相关相概关的结束，不属于不给你。那是什么？咱是不是啊？咱不是信。你那哪是啊？哪是大？你那是不同是大？但是你那哪是啊？但是你那慢慢那是稍微有去了了解。我比如这一轮那个条件，那是公主是，但是咱不是。应该是或者是普遍的配型，不是是有新闻的条件，有新闻的基础，有新闻的分析，还是你也做出来的新闻。来看两个例子，然后行者天之道，到性单，给咱各位，给当行，当行。伊行的讲，伊做会到，咱嘛可以做会到。所以，只人按性才有富了。我们这个准和营养，富和营养，优为佳，是五层安全。所以，咱进入到性的应该，咱是要性，对他性以后还在对吧？然后行之下，变先于你选的讲对，好，我要做，或是讲你好，到尾拢改变，对吧？是不是错？对吧？是不是错？这种情况过去先过去，不一定是大好，不一定是成功哦。反正我讲成功，你来打拼，很怕的。成功但是不要怕成功，怕就是成功嘅条件，就是你怕的就成功。安尼讲，咱要行，也要求性，咱凡事不是行，但是不要这里然后，心里面讲可以常常悟啊，
以前过去，那如果以前过去，那过去那时间怎么走？哪天我就打入，对我问，好吧？英文、写书、有点动，这我们这边人会，但是这他们来对你那没有。这個中淡於這個中同法，這個中西交，這個中法，只要按照因形之下來得到形類同法的西交嘅邏輯之外。後來你講嘅時候，後來係要係從大學嘅故事，好嘛？我因為你頭髮你要擺喺你這邊，要擺唔錯，地唔錯，這個地方我跟你讲好，哪一方你开始，我看那就开始，大开始红，这个一回到那个，我大家知道，回到那个银环，然后红，红啊，统计一个目标，一个固定的，来讲，这种目标统计固定的是对。真正天子路，从天地更差，那是天地根本不行不，哪不行不一切，那是天地根本。啊，是咱的根本，啊个宇宙万物的根本，这个是根源。所以这个通达的这个观念大，通的通，了解，这是，而且统计通达没有办法，通达，都爱有办法。是我呢個國家係要企業嘅個觀念，嗱我出來嗱我通，唔使錢，那嚟講，是不能錯呀，錯呀唔肯錢，為他為了那個，但係為了話為，我喺大學呢個教導係要很好啊，我哋做話咗，會話寫我方面，會唔會先按呢個好？唔好。这是标的，你怎么走？按你的指引，我知道，爱情我把这开始，讲到像各有意思，那边都乱讲到容易，都各有容易，还好，我们接人的意向，所以通常这些标的，因为你那个到时第10还没打，没打在爱同无感同，这腰爱这腰爱，那是以腰爱同同，腰爱同同，你都发现同不难的，不难，不能这个发出来嘛，发心无心归发的爱。这样一切，但是真正无恶袂使，所以我爱性所讲，讲到爱无错啊，讲到性无错的，爱讲你明白万对错的，你的观点，老师或是电视上去方式，有多方目前这普通的观念有利用实行来一点做来明白，所以你的爱都可以来有道理，第二条这个观念跟不一样，而且这观念为什么不单单有都好，但是这个做营这个菜做营那种但是非常容易，你做对不对？你写对不对？后悔好，你唔方便嚟食後悔喎。唔係要考，應該話咁話，食後悔你就係揾食後悔講嘅嘢，講啲後悔嘅啫，其實佢已經假嚟，水慣咗啦，食到三年回料係改變過嘅，其實呢，後悔係咩？我哋嚟食乜好食，我交俾你方便啊。这人卖讲，你老到哪边出国会出哪里来说？
这个做过。你看这个囡仔，你来了，看你才能来做。现在你才能来你妈呀，你这你，哎呀，我发觉，他才有时间，你有起调。所以，他要来的时候，心无你能够跟不能够看，他没看我，看嘛，他讲有些讲出来，咱们听，我听，咱是他世界然后，听我听，意见他轻微咱听，咱听呢，我不给你，你咱大陆不到实际，不到实际来讲啥呢？然后说在你的公要到底你在他自己哦，他好了，我相信啊，哎，我们在公上我听我讲，啊，那边都买的全都是都买，没有知道我告诉他，很多都买，这边有问题，咱国家讲问题，然后。伊那新加坡一样的，新加坡新的，然后那是对啊，但是有点是非常不一定，经历无缘无故，经历些风格无缘无故，经历也无缘无故，非常不一定。那这款就刚刚不是，必须当出来这是机器，他必须有没有？所以爱有来心，心里讲我唔爱我爱你，那边有啥？来不在，好，恭喜各位人，恭喜恭喜，希望到底呢，这恭喜你过来见到我的幸福危险，然后恭喜你，然后恭喜你他们，然后转达好家长他们不在，大家好，你们脑袋上不比啥希望你要承受，新闻上世纪论，现在这他是打公安的，我他听无，我他想无。然后我意识到不是人，我那自卫考，非常自卫考，心如鼓胀，来自理性，所以不理经验，不理是理性，破案，哪里经验？新闻哪里理性？东山小书是给你看心情，讲是学徒用不干你一些心理，有些家他们说法。无意识来处理起来，你看我你看我们民所就我网络，那你一些心理那如何？我们今天你来心理我最高还是来工作，我也不干嘛，那避免通是会通啊，那没通你来你上你使我使话并且我给我好想你对啦，你使我用你的，我嘛我讲你看我，你并不明白。好嘅，係我哋其實我話喂，係寫得好普通，偏偏咧唔寫得普通，係錯啊！呢先人當啲先聽住做出啲公平，我話公平，我冇上冇見上冇將性上冇加上玩呢個，冇規矩先我現在先冇條先，咁樣咧。aku isi nanu ko, isi nanu ko, ya isi nanu ko, donc moi je vous vois, dis je vous vois, donc alors on aussi na c'est un ko, anh phải có nào, ko ko thế thì cũng phải luôn tạo, đi xuống đời giá ta, không chỉ là siêu một cái giải, cái siêu một cái giải, cái á, cũng sao đấy không sao đấy thì cái chủ yếu anh làm việc anh là công việc không khó không phải là sẽ đi sang siêu không phải là đạo lý của sẽ số được không là không là cái sao từ chuyên được học chuyên hoàn lại chuyên chọn này chuyên cái nó đi đến chuyên được lại xài rồi được chuyên là đạo có đạo 这个后上
幸福啊！所以新闻要来安嘛，你哪里来新闻？都听要来安，家己爱研究去想出，因付文字你问你用家己知影，你用家己知影，你你袂歹，问来用家己想要知影，你无听论。啊，现在知影了来去研究，来讲专家来讲咱有影好无？我爱去来去研究啊，但讲这物件食袂讲对身体偌好，因为健康身体食袂偌好，啊，讲伊咧讲哦，咱代表嘛，研究。你要了解清晰，咱的公益社会，社会嘛是因为变迁来，是啥好处？变迁，我告诉你，现在电台，你个阿姨我做点变迁，我讲你要讲话，讲往后不往后，啊呢，咱若无这些常识，你有这些常识啊？然后食的就排袂出来，啊，然后讲到对这个公益好。还什么事情？我也是靠你靠到新也是比较快，是吧？每天晚上不管这个怎么样，你找不完，有没有做出来？所以你我听讲，但过来那个情况呢，上帝老在那靠到别人首先要先想好样，好样去改变些，编辑，领导，也要看，你那到底不要有安内。不管请出自己的进去，把请出来这样里面的啊，来这样里面，我们给你经历，进行进修，上好来里面，你们还是喜欢这个字，去的科技刚才这样放屁，放屁是让我自己渐渐是实际，从渐渐大到这么大型的价值，老实实达到极致实现。所以，因此理解道结果但是做来偏偏咱人唔怕对有水，唔怕，你若水你冒中，对无？但是我发这太阳你冒中，唔怕是安尼。水变冒中，摆偏太阳冒中，原来是偏冒。摆变冒中做水的，你看，今天做书那个老师做太阳。今天是讲金钱有效，你看，那老太的你就喜欢啦，老太的这样话是，你嘛变有道理嘛变有道理，老师在讲你讲对不对？上这里写嘛，他有人说你好像说过的是比较好的想法，你就没说，你们家里话的，那话别的话这个样。开始批评嘛哈，按旧制度批评了，你假设对未来，你只能使用自己的习惯，说他的气质批评啊，我好，你按来讲我会批是修，我跟你讲，引体我好，会批是修，虽然我引体来啊，那实际的虽然实际的双回，我也是实际行动的啊。这图片实际行动啊，变高谁来啊？我们来讲谁呢？来，这样的出席机会，咱们的出席都不讲，那么对主动进阶进到以后，咱们说的出席的是都不讲，应该是不一样。主动感到影片啊，写出来，而且咱先刚刚打的那几个啊。我是哪里？然后做安尼大金光，你啥？我看到金光跟听一样。书家不到底片的工作哪边过来？那你要看阿伟，伟都讲到这好奇，当然什么并不了，并不了讲什么都讲，不该跟你讲什么。哪里比什么？调会现在不是要一个查询啊？调
心啊，啊，去的因就不足，王者以以过去是你对我拢不啊，王者以以，我过去我拢啊，安尼嘛。来者为你的因小天灾，啊，因小天灾安怎用功夫？你要把这个天气破开，安怎用功夫？你要用点好，你看做信心，内底有耐心，啊，内底才有恒心。你有信心，相信应变，相信你要有信心。照安尼做，咱就有应变，有这信心。信心有这信心，还是要有耐心。耐心就讲，内底所在这个风，因为你有听到你有哪些大风，这个意思就咱无听到迄个所在你有哪些大风，风或者是大风，你过去这老你知道吗？发生比较严重嘛，是大风，有人啊，啊就是唔知影，啊而且暗咱听讲，发生比较严重。是一件好知影，所以心理医的价值观换偏移误的恐怖，所以这是我所讲，但是必须有一定的有灵精精，有按有灵，如有灵这种感觉，这我所讲，到底是我常常给的，不要是他的生命，多点两节安尼嘛。我们这个讲说，天天参观，咱有哪里27啦？我会，那是分个非常好的，起码他是这样的，我比较他们成功的，我比较成功的要在那成功，他来上一个练习的样子，我比较，这比较厉害的，我老比嘛。啊，这是我安尼讲过，所以讲，啊，运气不行啊，我们是用样就是讲，伊安怎讲咧，波咱的运气，讲运气，这是哪里做的？啊，运气迄就做啦，你马做会成功啦，迄写作人啦，迄通信人啦，迄是比只能一边就了啊。咱开嘛，咱做一遍，咱来做一遍，咱查有无？啊，有远咱偏偏咱一遍，咱来8遍，来做。你信心无够，你的耐心要做8遍，耐心到到。别说你恒心，有啦，按做惯步，你安尼讲你莫有耐心，你讲讲。人生的字，咱做10遍会使，会晓。咩事啊？你叫佢啦，咱爱嘛，这是今天，咱人生的字嘛，比往老人然后，咱爱做你做一遍，咱做10遍，咱还是要做10遍，咱是10遍。哦，我给自己报的是给他不难嘛，这边10遍那个啊，时间嘛，自己那是啊，那个那我一看起来，我们直播看早，直播看什么？看直播看多啊，看早播了，对不对？那我们是不能现在我们除了你哪当教授的方法，我们的工业当制造这行不到这要求这条路制造这技术啊，然后所以我是是条件的，我们无期望参加他这个参表的是然后。如果黑暗期，如水如风光，但是你考量很重要。虽然就用你话打那味道，
应该会来，非常重要。还有呢，习气，要习，要习。所以当然，有一些家，你代表来，如果听的话，了解的话，即使偌济，对咱个这样以下还有包括个时间，要罗片刚。谢理想是指的写到都用到都，他们的也有些